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5，旧历的正月21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家己铺子有一阵少年人真唔是款，野穿野裙啊，冲入去一户面体，讲开枪抢物件，大细声嚷，讲要来报仇，甲人一家人喊到我要惊死。做妈妈为着要保护3个囡仔，勇敢徛出来，甲这阵少年的甲嚷转去，讲找唔到人咯，一阵人才挖咧离开，搁去找另外一户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围抓人。原来这阵少年呢，啉酒甲人起口角，事后要来报仇，但是找唔到对象咯。几个少年人也穿冲入人家厝，大细声。厝内有3个囡仔拢着惊，赶紧避伫大人身躯边啊。有一个负责人赶紧保护囡仔，这几人依然真唱秋。找无要找的人，才发现讲敢若找唔到去，赶紧回室里紧走。煞来伊阁到另外一间透天厝外口，当地穿夹的对空开3、4枪，后来后壁有人举棍啊，伫顶仔骹就开始喊物件，喊了随离开现场。嘉义县埔子发生这款的案件，有几个少年人举枪要找冤仇人，警方得到情报，赶紧抓人。其中2个人伫路边啊拄着，当场抓起来，另外还有3个共犯嘛陆续到案。了解第一现场，好，他要去找的那个人，好不在那边，然后才到第2个现场。一家人敢若是啉酒，甲人起完家，事后要报仇，却是找唔到人。被误会住户大人囡仔拢惊到家在这个勇敢的老母保护厝内人，将这阵唱笑的少年人赶走。